各位觀眾大家好。嗱，講今日話題之前呢，先講少少題外話，就係尋日我出咗一條影片呢，同大家去分享喺人生裏邊呢，你難免會有機會遇到俾別人批評啦。咁但係有陣時你遇到別人批評呢，都有佢一啲嘅好處喺處喎。就係其一呢，可以令到自己呢有機會自己警覺警醒啊，係咪自己講錯一啲嘢啊，或者自己一啲嘅説話行為啊，有啲咩嘢嘅問題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嘅，你亦都唔需要理會嘅。咁同時咧，人哋批評你嘅時候咧，你自己嗰個反應係點樣咧？有陣時亦都會反映你自己一啲嘅人生修養啊、品性啊，或者你嗰個自信等等呢啲嘅問題。咁尋日咧亦都講到咧，喺過往喺我呢條開頻道啦，咁啊就算喺一啲嘅 YouTube 裏邊啊，睇一啲嘅教人做 YouTuber 嗰啲書籍裏邊都講到，喺 YouTube 嘅世界，無論你係點樣嘅一條頻道，都會有機會有人咧去喺點樣去批評你啊、踩你啊嗰啲，甚至有一啲惡意攻擊啊、純粹係挑剔啊等等呢啲事。咁喺我嘅頻道一樣在所難免啦，因為我呢條頻道有各種類型嘅話題，尤其是關於一啲嘅宗教政治性嘅話題咧，就好爭議性噶嘛，有唔同嘅人嘅有嘅意見啊咁。咁有啲人咧長期喺我呢度嘅留言去攻擊，咁我亦都講過，包括有啲好似類似誣蔑你咁嘅意思啊，講咗一啲嘢，譬如啊你咁樣做 YouTuber 冇氣量啊，我隨便留言一啲嘅説話，你又刪除我啦咁。咁其實我話冇嘅喎，咁係咁講一樣嘢，咁唔知嘅人咧，咁啊以為咧係呢個人，咦係咪有啲咁嘅事情啊、行為啊嗰啲等等啦咁。咁我要佢列出證據，佢係一定列舉唔到啊。同埋如果你話我刪除過你咩嘅留言，你咪再 po 一次出嚟，正個 po 出嚟睇下咪我要喺我呢條嘅頻道裏邊，如果大家去查，有好多一啲嘅啊，包括啲人身攻擊啊、嘲笑啊、嗰啲嘅譏笑啊、踩你嗰啲嘅留言，我全部都冇刪除。咁喺尋日裏邊咧，又有兩個，一個就係尋日我講過一個 R 字頭嘅一個觀眾咁啊，長期喺度留言。咁另外有一個觀眾咧留言咧就話，應該佢可能係一啲嘅機器人之類嗰啲，即係唔係一啲嘅真人嚟嘅咁。但我自己睇咧又唔似，應該係真人嚟。不過可能呢個人咧有少少人格障礙嗰啲嘅問題。點解咧？即係你長期咧又唔中意我嘅頻道，又唔中意話我批評我呢啲咩咁，但係你又長期睇喎，係咪等於嘥緊佢時間咧？咁呢啲咧係咪有啲嘅可能人格上嘅問題咧？咁到我今朝睇嘅時候，我錄呢段影片之前又講嘅有個叫阿聲，呢個阿聲好似我印象中佢之前其實我冇 check 嘅。如果 YouTube 裏邊咧 check 到佢有幾多次嘅留言喺度，咁咧佢又話我講大話咯，喺度留言話曾經留言講泛民嗰啲，咁唔緊要，你再留言一次睇下你講啲乜嘢，我就唔會去刪除人哋嗰啲嘅批評嘅留言噶，因為有啲太過惡意啊或者個字眼咧。YouTube 裏邊佢自己都有個機制咧，會刪除咗佢，連我自己咧都睇唔到嘅，淨係知道好似有人留過言，唔知留過啲咩咁樣嘅咋。咁呢度有一個叫阿聲，咁最後咧補充少少咧，嗱呢啲咧可能咧唔出奇咧，可能有啲係我以前嘅所謂叫做誇張啲叫仇家啦。咩叫仇家咧？就係我嘅性格咧就中意咧嫉惡如仇啊！喺我啲嘅認識我生活圈嘅，尤其是做過同事嗰啲嘅同事。就算我老闆都冇面俾嘅，冇所謂情義兩。如果老闆講錯嘢、做錯嘢啊，或者係唔啱啊，甚至乎老闆裁員裁得唔啱啊嗰啲，你裁員唔緊要啊，你又唔正確補償啊，又搞嗰啲。我曾經幫一間工廠有6個啲女工去爭取呢個權益，到最後咧賠翻80%俾佢。咁呢啲都有機會導致一啲仇家喎。不過見到有一啲以前我喺我呢條頻道講嘅一啲叫呢個多管閒事惹麻煩嘅一啲嘅故事啊，喺街頭啊或者身邊一啲嘅人際關係圈裏邊遇到一啲嘅虛偽虛假嘅人啊，講是講非啊，或者欺負某啲嘅人、欺凌某啲人咧我會敢於去出聲。咁可能呢啲都會導致一啲嘅我所形容嘅仇家。咁喺我嘅頻道咁留一啲嘅言啊、詆毀我啊、講一啲嘢啊，唔緊要啊。我都講過呢啲對於我嚟講完全冇。好啦，講完一啲小題，咁講翻我今日想講嘅話題，就係咧今日亦都睇到一啲唔少嘅，其實過往呢2年都有噶啦，咁不過越嚟越多啦，就係咩咧？嗰啲負資產啊、破產啊、離婚嘅數字咧全部都攀升。舉一啲數字仲話呢個22年來又是負資產啊嗰啲咁，可能比沙士仲更加嚴重啊等等嗰啲咁。咁依家仲有一啲嘅就係一啲嘅名牌嘅一啲嘅企業啊，包括大快活定大家樂咧，唔記得咗咩？我又唔記得個名啦。尋日嗰條影片有一個觀眾定前日有個影我講呢樣嘢唔記得，呢啲嘢我唔需要咁樣嘢都記得㗎。呢個每日有咁多嘅事，你點會記得？就算做時事評論，突然之間講起邊個政治人物個名突然之間都會唔記得啦。呢個唔緊要。咁嗰啲嘅唔知大快活好似嗰
嗰個嘅盈利啊，即係盈利咧就暴跌咗3成喎咁。雖然暴跌3成，即係佢仲有盈利啦，佢只係唔係呢個嘅冇錢賺啦。咁即係盈利，而連大快活啲叫做大眾嘅食堂呢啲嘅低呢個低成本呢啲唔係低成本啊，係呢個普羅大眾化嘅一啲嘅食堂咁樣嘅，都盈利下跌。嗱咁啊嚟緊有幾日假期，咁啊據講近期逢親有假期咧，好多香港人咧就唔留港消費，去外地又好，或者有大部分咧仲要去咗中國大陸嗰邊上去北上嗰啲嘅消費。咁有好多咧一到假期咧，反而嗰啲嘅餐飲業嗰啲市道咧仲差。咁就有嗰啲包括海絲餅店啊，仲有大班嘅西餅嗰啲等等。有好多都唔記得啦，耐唔耐聽到有啲嘅。咁呢啲咧全部都結業啦。咁咧等等好多嘅因素都反映香港社會咧，依家咧越嚟越咧即係嗰個前景暗淡啊！即係我呢條影片嗰個造圖啊，喺網上炒出嚟嗰個就係前景暗淡。咁亦都咧影響好多啲嘅人生嘅命運啦。咁我講過咧，喺我開條嘅頻道裏邊咧，其中我一個開條頻道嘅靈感咧，就係大概10年前咗睇過無線有一個訪問呢個阿麥玲玲啊，香港其中一個嘅知名風水掌上師啊，問佢最好生意嘅時候，佢呢行係咩時候咧？佢就話喺經濟差嘅時候咧，佢哋嘅生意就越好嘅。咁啊點解咧？呢個反映到一個咩咧？就係人生好多嘅人咧無論佢有高學歷啊、有錢啊、有名譽地位都好，當佢面對人生逆境嘅時候咧，佢往往就唔知道點樣應對面對。人生順境咧，好似打麻雀打牌嗰啲或者賭錢，你咧手風順嘅時候，好彩好運咧，牌張啊嗰啲，你特別都覺得自己咧都高張一啲嘅喎。咁啊有啲風度啊，收少你少少啦，贏得多啦，收少你少，收少你零頭啦，咁特別大方咯。咁呢個牌張啊嘅又好啊嗰啲咁樣。但係當你逆境啦，鋪都動起手就爛收啊！包完呢個出重又呢個咁樣，輸完又輸完4圈又4圈又再12圈都輸咁就，人品咧就開始咧嗰個下降啦，出嚟咧就唔好脾氣啦、敏陣啊呢啲，大家有冇遇過見過？或者你自己會唔會係其中？咁我遇見得多啊！咁呢啲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喺人生裏邊咧，喺順境嘅時候，個個都自己覺得自己有智慧啊、好聰明啊、好叻仔叻女啊嗰啲咁。但係當人生面對逆境嘅時候咧，好多人就唔知點樣面對。即係近期呢啲嘅咩負資產、破產啊、離婚率啊，離婚率咧仲據講嗰個01嘅報導咧，就係喺九龍區嗰個離婚率咧係相對高啲，高過香港區喎咁。好而離婚率咧都創下呢個新高，點解咧？逢親呢個社會經濟差嘅時候咧，其實嗰個自殺率都創咗新高喎，唔知大家知唔知喎？咁而嗰個嘅經濟一差嘅時候咧，係影響，但係依家經濟差咧，主要唔係純粹咧，因為嗰個經濟週期點樣咩，係純粹咧，你明眼人或者有了解啲成，其實主要係因為中國大陸嗰個控制係政治影響經濟變差，即係等於美國早排都有嗰啲股市大起大落，都係因為政治就係特朗普一啲嘅各種嘅行政命令等等導致嘅咁。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頻道經常強調咧，人生喺全球人類大多數嘅人類。你都會受到，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或者你關唔關心政治，你都會受到呢一兩樣事情咧，去影響全球人類嘅各種唔同程度嘅人生命運嘅。咁政治就好明顯啦，咁包括打仗都係一個獨裁者要求去打仗，好多嗰啲士兵咧，你就為咗呢個獨裁者咧湧出去，咁就死。咁呢啲又係政治影響嘅經濟。好啦，咁依家經濟差，咁對於大多數人嚟講，佢就冇興趣了解政治，亦都唔關心政治㗎咁。喜歡聽已經好好啦，有好多更加都冇心機理啦，而且自己個生活都搞唔掂，咁多煩惱嘅事。咁而經濟差咧，又會牽連好多人生嘅問題。我成日講人生嘅問題咧，係好多細節嘅嘢咧，都係一環扣環。一個好細節嘅部分，你有問題或者做得唔好咧，佢都會影響一連串其他後續嘅事。經濟差，你經濟差，影響呢個男女情愛關係所以離婚亦都創新高啦。亦都會影響家庭喎，家庭一個嘅家庭嘅開支，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小朋友以往咧有錢扭計，小朋友就唔知噶嘛，唔知咩叫窮困喎，咁乜嘢都係父母提供我要父母俾我，再加上呢幾十年，相對全球好多啲尤其是發達社會國家都好經濟嘅時候咧，好景嘅時候咧，咁養成呢幾十年嘅成長嘅子女，好多嘢對父母就予取予求我要父母就會俾我嘅咯。咁今時今日呢啲嘅小朋友或者10零歲都唔係好知喎，唔知嗰個現實困境喎，只會咧淨係要求咧就滿足自己。
咁經濟差，父母俾唔到，滿足唔到子女，跟住子女扭計，繼而父母咧就初初探唔到，跟住可能變鬧，咁呢個又會影響嗰個家庭嗰個喜樂指數嗰個氣氛，甚至乎破壞，導致一啲好嚴重嘅問題，繼而導致夫妻鬧交啊嗰啲，咁離婚率咪要呢啲全部都係環環相扣，有好多互相嘅情況咧喺度影響嘅。咁我呢條頻道經常有多時同大家去分享啲嘅人生問題咧，好多嘅人咧唔覺得有啲咩嘅價值。咁仲有咧，分享呢啲嘅事情咧，唔係純粹咧係講道理，因為講道理好容易，好多人咧講道理，尤其喺宗教裏邊一啲嘅咩牧師神父啊，或者佛教啲乜乜嘅阿師傅大師啊嗰啲啊，同你講人生道理就好容易嘅。但係可能牧師傳道，佢講要愛心，可能佢自己都做唔到。大師佛祖佛教佛學某個大師叫你呢個唔好追求咁多肉物嘅事情啊嗰啲咁樣要呢個要慈悲為懷嗰啲咁樣原來大師都可以好穩陣，好有脾氣嘅喎嗰啲咁樣，即係講道理容易喎，但實踐咧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咁而我同大家分享一啲面對人生逆境嘅問題咧，我夠膽稱咧，我就係呢個喺逆境生存嘅強者。我唔係淨係同你講道理，我係同你分享一啲嘅我自己真實嘅事情啊，或者我遇過睇過嘅問題啦。咁除咗我自己咧，有睇開頻道嘅觀眾都知啦。咁我有本英文書，咁有我出世到廿幾歲嘅故事，裏邊就記載我好多由呢個4歲左右就係我人生嘅噩夢嘅開始啊，面對好多啲可以用超級戲劇性豐富啲字眼呢啲嘅形容，尤其喺呢個太平盛世嘅時代啊咁。你有我類似咁嘅事呢？冇我咁多嘅咁長嘅時間，或者亦都冇咁多遇過嘅種類嘅範疇啊嗰啲咁。住到一個嘅幾十尺，同我嘅阿嫲一個最細嘅細妹喺一個嘅幾十尺唔知有冇即係夠擺一鋪嘅雙人床，隔離擺個呢個火水爐煮埋嘢食嗰個咁嘅空間咧，去廁所要出邊公共廁所用咁有住過。去到住到過千尺嘅地方又試過。即係有個大起大落，有人生咧。如果你由逆境慢慢走向順境咧，你就好容易去適應面對。但係如果有一個好景嘅時候跌翻落去谷底所謂嗰啲咁咧，呢個你就好難去面對嘛。所以好多人就因為咁樣而去自殺等等嗰啲問題呢啲咁我都係好理解嘅。咁有好多嘅呢啲嘅人生嘅困境咧，我係真係遇過。咁而依家咁樣嘅情況，有好多人其中一兩樣嘢有啲咧唔係因為經濟問題。咁即係純粹因為政治問題、自由問題，選擇走唔走又係一個困難。有啲係正係因為嗰個大眾社會大眾嗰個氣氛、嗰個經濟問題咧，就導致面對真係經濟問題或者被裁員供樓負資產頭先所講嗰啲等等嘅問題。咁其實我可以同大家講咧，人生最困難、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其實離唔開咧，就係四個主要大問題，就係離唔開咧呢個家庭家庭情愛嗰種人際關係難題同埋貧窮呢4大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呢啲問題，如果你係可以避免，你唔需要面對，你根本就唔需要面對啦。有啲人咧以為我冇呢啲問題啦，咁自己可能識得點樣處理，亦都唔一定嘅。我可以講好多時，亦都可以因為你係好彩，你嘅人生際遇命運好彩啊。有啲以為自己我嘅管理乜嘢點樣智商高或者讀書高學歷乜等，其實都係因為咧歸根結底，其實都係因為咧嗰個際遇運氣。呢個唔係就係我講，因為我唔係一個知名嘅人士，我講冇乜說服力啦。但係我都睇過，無論我睇書或者喺網上，我都見過好多，無論香港又好，喺歐美世界好多唔同一啲嘅專業人士、名人都好啦。即使佢哋已經發展大所謂千億富豪嗰啲等等，佢稍為謙虛啲咧，佢都會指出回想佢自己個點樣嘅發跡點樣個。其實都離唔開好多一啲嘅係關乎一啲際遇包括李嘉誠有好多嘅因素導致佢成為首富，唔係純粹因為李嘉誠勤力佢智慧高咁就可以成為首富喎。每一個步驟有一啲嘅問題唔順利嘅，李嘉誠就唔會變成香港嘅首富。包括佢老豆唔係帶咗佢落嚟香港，佢留喺大陸，你估李嘉誠會？咁呢啲唔係佢控制喎。佢落到嚟又有一個嘅舅父咧，係喺香港做啲小生意都有錢，又借到當時嘅5萬蚊俾佢咧創業咁樣呢啲呢啲又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話。咁呢啲係舉一啲簡單咁少少題外話，俾一啲例子，一啲認為自己冇問題我人生好順境咧，
有啲會好自負啊、自信啊，以為咁啊。對於一啲嘅遇上人生困境問題，可能有啲嘅有機會睇唔起。我亦都順咗去補充咧。如果你覺得人生順境啊嗰啲，你唔需要太過自大自負啊，你心存感恩就得噶啦。但係如果你人生，如果你發覺你真係問心，即係問心無愧啊，有啲人咧講話問心無愧咧，咁都係自己講噶。咁如果撇除咗啦，或者你真係自己覺得你都已經盡你自己嘅能力啊、努力啊咁樣，但係依然咧都係鬱鬱寡歡咁樣。有啲人就係咁嘅心態啊，一事無成啊，咁有好多或者甚至乎陷入困境啊，有好多嘅因素，你亦都唔需要太自卑，你只係需要面對嗰個現實問題，對自己面對自己，或者甚至尤其是當你係自己道出去，包括離婚啊、破產啊，最大呢啲問題、最難關嘅啲問題你出現咗嘅時候，你對自己呢啲嘅事情咧負責就已經得噶啦，唔需要太過自責甚至乎有啲就係你破完產咧，跟住就離埋婚噶啦。呢啲喺社會上，我喺 YouTube 裏邊都至少見過呢啲嘅呢類呢啲嘅故事啊，分享過。簡單啲俾大家嘅，太長遠就有太多啦。面對人生嘅逆境咧，無論破產離婚，你最主要人生裏邊咧，你最主要咧，你懂得去保存呢個嘅有自由同埋健康，有好多嘅事情你都可以咧從頭嚟過嘅。如果去到呢啲兩大問題，離婚破產呢啲問題，唔係你自己問題導致嘅，或者有各種因素導致，唔知咩，總之就已經去到，亦都唔需要咧太過感到難過。當然有時離婚一啲情感嘅傷害啊，嗰啲咁樣情感嘅傷痛啊，但係只要你仍然要生存，你都要面對嘅。喺好多嘅古往今來，好多嘅宗教無論哲學建議人去解決人生問題嘅事情呢，唔係幫你解決咗嗰件事。你離婚破產冇得令你翻轉頭嘅，最緊要呢係解決你自己嗰個心思情緒嗰個想法，點樣面對嗰件事呢？反而你有即係簡單啲，你遇上意外車禍斷手斷腳，呢個呢係唔可以翻轉頭嘅。你點樣去面對呢？係你嗰個心理情緒心思要點樣諗嗰件事你都譬如調翻轉，假設你諗我都不幸中大幸斷咗隻手啫，我條命仲喺樹咁樣。咁你個人個心情呢？呢個唔係阿 Q 精神嗰類喎呢個係另一種嘅自我鼓勵積極嗰啲方法。人生好多問題，如果你自己唔去積極去面對佢呢，任何人或者甚至乎呢個耶穌佛祖上帝呢，都幫你唔到啊！咁其中一個咧，就仲要喺逆境裏邊咧，最緊要識得懂得一種咧叫能屈能伸嗰種嘅心思，尤其是男性。我遇過一個嘅喺個24歲左右嗰陣時做一間嘅工廠嘅時候，有一個中年男士原來佢喺嗰陣時喺間教會裏邊咧識到佢佢有3個仔女，分別呢個4歲到10歲咁老婆有少少精神定心理情緒問題，又做唔到嘢。佢原本做開嗰啲紮鐵工人哋咩都幾好揾，去住公屋嘅養到，但係唔知咩原因冇得做，停咗成大半年。錢又使晒，咁咧佢就又唔敢面對，又唔肯去面對自己嗰個自尊心問題，或者明明即係佢哋嗰紮鐵咧，可能嗰陣時都講緊有幾百蚊一日㗎嗰啲，咁你做其他嗰啲嘅工廠咩嘢，其他嗰啲咧就可能得嗰一個月得嗰幾千1萬蚊嘅人工咁佢又唔可以做自尊心問題，咁見到咩情況，我就鼓勵佢推動佢。你自己有3個仔女，個老婆做唔到嘢，你要盡量去賺錢嘅，就乜嘢你都應該要去做。咁呢啲就係能屈能伸嘅心啦。咁我同時喺工廠揾到嗰啲嘅做搬運公司嘅一個老闆娘，就介紹佢做一個嘅嗰啲嘅搬貨工作。咁短暫維持，咁當時每個月有9000幾蚊咧，夠佢一家住公屋嗰啲嘅簡單嘅使費㗎啦。咁過渡咗呢件事，咁後來咧佢亦都做翻到佢自己行業，咁過渡咗呢件艱難嘅事。咁所以同樣咧，能屈能伸嘅精神咧，唔單止男性女性都可以㗎。咁特別就尤其是男性因為男性有陣時咧可以擔起一家嘅經濟開支咁樣。如果你自己都唔積極嘅時候咧，就影響埋自己嘅家庭各種嘅老婆仔女嗰啲嘅問題。咁但係前提咧，你都要懂得去首先咧保持呢個自己個心理健康。因為你冇健康嘅時候咧，你面對人生困境咧，你亦更加難有意志咧去面對呢啲嘢。同埋仲有一種叫苦中作樂咧，都係一種嘅心思帶動一啲情緒。即係同樣兩個人面對同一種嘅困境，一個咧就相對咧仲會識得苦笑咁，一個成日都唉聲嘆氣冇嚟精神啦。咁呢個又係一種兩種嘅態度嚟嘅咁。
嗱，今日咧同大家去簡單去分享佢，亦都當係喺啲香港經濟環境。順便又講多樣啦，譬如有啲嘅，如果唔係因為經濟問題，純粹去考慮，譬如我上年月份有一個嘅觀眾呢個留言俾我，即係揾我 WhatsApp 咧，係視像傾下偈。佢覺得好益嘅，佢又唔係冇錢喎，但係覺得咧好鬱結嗰啲。成日都見住嗰個政治形勢，咁有啲人係相對關心政治咧，係有呢種。咁另外有一個嘅男士嚟咗英國嘅，亦都喺我個 Facebook 專頁裏邊私下留言俾我。喺英國點樣生存家，因為佢都有2個仔女嗰啲咁樣，咁又問我一啲嘅意見啊。咁其中一個佢作為一個男性咧，咁我都係俾佢一種咧其中嘅補充就係佢有一種嘅能屈能伸嘅精神啦。因為好多香港人嚟到英國咧，都好似我哋呢啲咁樣，第一英文或者又唔係咁好啦，或者你嗰個錢財又唔係好豐厚嗰啲，咁可以做啲咩工？可能都係做啲貨倉工廠嗰類嘅工作。英文又唔會同人溝通各種因素可能呢個寂寞冇咗朋友喺英國嗰啲咁樣，呢啲好多種種嘅。最主要係其實係心理情，好多嘢你解決嗰個心思情緒嗰個嘅問題呢，你就會相對有能力去面對嗰個嘅人生困境嘅。今次嘅影片呢，主要亦都係對一啲嘅正在喺人生逆境裏邊生存掙扎嗰啲等等嘅人士裏邊呢，可以叫做俾你哋一啲嘅鼓勵，俾你哋一啲嘅勉勵。咁希望呢，尤其是面對人生困境嘅人士，可以得到一啲嘅啟發。人生呢，你即使破產離咗婚之後，只要你仍然生存，你咪將個人最緊要咧有得住、有得瞓覺、有得食，你依然可以生存嘅喎。咁當然有啲話你嗰個咩自尊心問題，咁你如果你有自尊心嘅問題，呢啲就冇人會幫到你嘅。佢冇話有啲嘢咧唔可以從頭開始嘅，最重要係你有冇嗰個自由，有冇嗰個健康。如果唔係因為經濟問題，純粹因為香港政治問題，自由唔自由選擇離唔離開嗰啲，咁就睇你有冇呢個嘅決心勇氣嗰啲咁樣。如果你又唔係冇錢嘅，純粹係為咗自由，英國就好方便啦。依家有個政策 BNO， 起碼你都要申請就離開。咁問題你有冇嗰個決心同埋勇氣適應一個新環境嗰種嘅生存能力等等嘅啫。今日嘅影片咧，主要同大家去分享呢啲信息，暫時同大家講到呢度，拜拜。